来看最近网络有一段影片，是顶个月31，苗栗竹南的跨年活动，有人在原街相拍。虽然警方有出动快打部队，也毋过双方嘛是搁继续相拍。后来警方增加卡手，场面才受到控制。头前伫咧举办活动，毋过舞台后壁这群人也当咧乌白拍。双方是拍甲乱七八糟，警方出手要甲压制，毋过有的人说无咧秀警察，毋若继续拍，甚至甲警察揪倒伫咧涂骹，场面是真混乱。落尾警方呼叫快打部队增加几多名警察，才甲现场压制掉的。代志发生伫咧顶个月31，苗栗竹南下年活动，这烟火一放煞，双方已经马上激起来了。难免聚会多多少少都会啊，只是打的部分那个点在哪里不知道，可能就是人多吧。有民众甲画面传上网络，即期警方无多随压制公权力方藐视。警方表示，代志起因是两个查甫人有财无纠纷，早就看对方袂顺眼，想袂到伫竹南的下年活动，两群人搁拄做伙，先是冤家娘债，落尾煞来拍做伙啊。本分局已掌握当日特定涉案犯嫌，全案依聚众斗殴、妨碍公务、伤害等罪依法严办。警方甲涉嫌动手两个人带回去侦办问话了后，移送地检署侦办，也强调对暴力事件绝对袂吞忍，也依照相关事情追查其他涉案的嫌疑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